的学员有如果没来哈。好，那只有我们哦。我很认真在想，我到底要说什么。好，换我了吗？对，如果你提供了2句给我们，快点。好。你要使用哪2个？ Pagi。哎，等一下哦，所以大家都习惯用 Pagi 是不是？因为巴黎很少在讲巴黎巴，还有巴哈。巴哈好像是比较南边的马兰的，对，还有巴黎。巴萨应该常常有吧？巴萨蒂莫尔。我用 Pagi 啦，因为我刚刚在想的是 Pagi。好。Pasok kami Menukai。我们搭公车回家。Pagi pasok 啊。公车pasok。不是巴嘎巴素吗？贤系。Pagi pasok。巴嘎巴素比较多呢。哎，所以你们有这样使用吗 ？Pagi pasok。Pagi pasok。有啊。Pagi pasok。你看哦，我问那个努古哈。我问 Pagaman gitu Menukai。Pagi。所以你会使用巴嘎，对不对？比较好。Pagi pasok。你等一下。搭乘公车 Pagi pasok。那如果可是我刚刚这样问你，你还是听得懂 Pagaman gitu Menukai。你会说你会怎么回 Pagaman gitu Menukai？ Pagaman gitu Pagi pasok。哦，你会回 Pagi pasok 哦。Pagi utufai 你不会这样想吗 ？Pagi utufai。Pagi pasok 这样子，不是吗？是。Pagi utufai 哦。其实哈，如果我们这样看哈，其实我这样说了，就是说我没有很确定的那个答案，说这个能不能用，或者是说能用或不能用，我没有很确定的答案，因为其实，在就是齐老所统计的这6个哈，有一些可以放得进去，有一些没有办法放。你知道吗？有一些可以用，有些不能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说大家不习惯，我不晓得。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看它的中文翻译哈，都有这个时或者是让点点点怎么样这样，让点点点，它都有这样的那个。那这个呢，都是那个八的意思哈。那个 gi 啊 li 啊，就是可能就是在后面这个。那 gi 的话，一般的话哈，它好像就是说有放在什么位置的意思。如果说你说 bagi basu， 好像是可以耶，对不对？你有用过嘛？对不对？有。那如果你们常用 baga utufai 还是 bagi utufai？我会用 Pagi utufai， 可是我也有听过 Pagi utufai。哦，也是有的哈。2个都有。也有听过，可是我比较习惯用 Pagi 啦 ，Pagi utufai。然后但是也有听过 Pagi utufai。也是。Pagi Cinamal 也是一样啊。搭火车。那我 Pagi utufai sang Cina一不是那我们这样子啊，你看啊，那有没有听过那个 Pagi Litong？ Litong 就是那个阴暗处嘛 ，Pagi Litong 哈。乘凉的意思。哎 ，Pagi Lintu，Pagi Lama 了。取暖。
像我，哎，对，像我舅舅，像以前我都会跟他去那个海边，他就会讲说，巴基拉马人后，他用这个巴基拉马人过过拉夫丁，他会用那个很尖的巴基拉马人过拉夫丁，这样就是放在那个火上面这样子。对，它其实其实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统计就是说这个巴基它有那个，它是比较有使用到有位置的地方，就是好像都是方位啦，就是有再放到某个位置这样子。所以这个 buggy Udufai 好像是说让那个让这个人还是说什么东西放在那个摩托车那个位置这样。那引申的意思就是说去骑车了，或者是说公车这样 buggy 巴数这样。就是像有东西啦，东西放在摩托车上面。对，那我们来练习呢，因为这个巴基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我们来使用一下那个巴黎呢，这样子好了。现在59分我们先让大脑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好，我们8点10分回来继续讨论好，先休息一下。
哎，やってきた。はい、やっと。Artinya darah gora pagi. 哎，等一下，你们的画面是什么？ Gato. Miming gatili. 哦，等一下啊，等我一下。那走。哎，ya to. 好，那我们刚刚在这边很多的纠结哈。那我这样子哈，我们待会哈，我们不要一直纠结这个，但是呢，我们使用一个方式哈。我刚刚有想你pagi号，要加那个 pagi，很像载东西不能用载人。嗯，对啊，它是比较常使用是在位置上嘛哈。那我们这样子啦，我来，因为这个好像会因为部落的不同的，或者说亚群的不同的使用方式哈，因为可能会有落差。因为那pagi比较常用啊，pagi。不过我们这边没有使用pagi哈，我6个我们没有pagi。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这样子，我先把它带过哈，然后待会我问一下那个 Alice 看看会理不理解，然后我们就往下走，不然会纠结太多。那我们这样子哈，我来做一个练习啦，然后让大家回去，如果说大家有习惯做复习的话，你们就这样做哈，我们就这样子哈，我都用我这样子，我是使用这个例句哈，主格，我用主格就好了，不要用这个属格的哈，我用这个 A 好。那我们回去这样练习了。如果说我们有在做练习的话，pakai oras Cina tu datang 哦，妈妈让或者使菜淋雨，就这样翻译哈。pakai oras， Alex 有在哈 ，Alex 在吗？有。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就这样做练习，这样子，我们就使用这个例句来做练习。那 pakai oras Cina， 所以 Cina 是我的主格。pakai oras Cina tu datang， 妈妈使菜淋雨，就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呢 ，paling ngis Cina ci kacawan， 好，妈妈让嘎造刮胡子，这样子。bahagai sing 啊，我刚把这个改掉哈，这个 bahagai sing Cina tu kupu 啊，kupu 是杯子嘛
来徒步，巴盖辛及伊那杜古布，妈妈让杯子当做碗，这样子。然后第4个呢，就是巴萨鲁玛及伊那及妈妈按啊，就是说妈妈叫，或者是妈妈啊，这边有没有使让叫？妈妈叫爸爸造房子啊，盖房子。巴萨鲁玛及伊那及妈妈按。那第5个呢，巴拉瓦住，这个应该就可以哈。巴拉瓦住及伊那杜马达亚莱哈，马达亚莱我们讲说工人嘛哈。巴拉瓦住及伊那杜马达亚莱，妈妈叫工人当狗。那这个是字面的翻译啦，不过呢，意思就是说去引申为去奴役这个工人的意思哈。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字也可以。巴拉维当汉马古，哎，巴拉维当是伊那，汉马古金拉，都朋友，tahu不要tahu啊，巴拉维当是伊那，巴拉维当是伊那，吉那穆罕我觉得可以。妈妈叫那穆当朋友，这样子哈，把当做朋友哎，来巴拉维当是伊那，都吉那穆罕。好，所以就是你看，成朋友，只要是人名的话，哈，就是如果是放在那个叫谁这边的那个谁，都是用受格哈，吉纳穆罕、吉嘎扎万，都是受格。好，那这边呢，巴鲁鲁玛吉巴鲁鲁玛吉因呢都是非，好，妈妈把这个是非当家，哈。也就是把这个是非当家来用了，当做他家这样哈。巴罗罗玛吉伊那都是非，我们是这样练习。那因为可能会很多字会放不进去，那哪些字呢？我也不晓得，就是要试才知道。那我们回去就这样练习了。如果说要去练习这个句子的话，我们就这样练哈，一直塞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再说。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能就往后先过哈。那我现在先问那个 Alex， 因为 Alex 不是我们的族人哦，照理来说应该会比我们更懂。Alex， 我来问一下，我这样刚刚解释哈，可以理解吗？可以哈。那回去我们先这样弄哈。好，不过我们下次会再回头来看这个，因为你有可能会使用一些字，然后你可能会认为可以，可是可能有一些会不行，因为像刚刚保罗他们看，好像有一些字不能放进去哈，会很怪，对。但是你可能会不觉得，所以我们想放到后面，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有一些是我们就这样带过哈。那我们来看看后面，老师可以建议一下吗？就说你的这些档案提前1天给我们，可以吗？这样我们好准备啊。这是可以了，那个讲，就是建议而已啦，看老师。OK， 好。对，这样会比较好哦。这样在课堂上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你们都那么厉害？没有，没有。其实这个其实因为这6个本来就是是有一点复杂，这个本来就有一点复杂。那后面比较简单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了，我们往下看哈。好，现在另外一个复杂句形容词，然后加这个然后动词词根 n。可是我先去丢垃圾哈。好，我慢慢讲哈。好，那这个也是复杂句不过这个就常常使用了好，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动词词根我们待会使用找一个动词的词根然后加 en 这样子。好，举个例子像吃，加 en 的话就感恩就吃起来感恩。这个在祈使句也是常常用感恩这样好，那我们词组呢，感受这边
我们就吃什么？就是说前面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加啊，这样哈。嘎色啊嘎嫩就是吃起来很好吃哈，嘎色就是很可口哈，嘎色很好吃啊，吃起来很好吃哈。那我们用很可口了哈，嘎色啊嘎嫩，然后我们就造句，嘎色啊嘎嫩古拉西肉，那个咸肉吃起来好干嫩，很好吃哈，那个咸肉。吃起来很好吃，嘎苏阿干嫩古拉西肉，这样。那我们现在我们来造句，动词的找一个动词，然后呢加 en，然后前面就找一个形容词，你用嘎苏也可以，随便的形容词。形容词，我们主要是这个这个动词，然后后面加 en 这样子，比如说判，对不对？能是动词嘛？马嘎巴有没有？马嘎巴啊，能去巴洛有没有？就是巴洛看起来很漂亮，很美，这样子，就像这样子这个很简单的。我可以先吗？好，对，好，因为我的头脑马上就有那个那些字。好。Francis Asanaken Purahana， 对。那朵花闻起来非常香。对。很香，很香，没有非常，很香。对啊，所以这个可以。所以你看这个就很简单了好，那法律理事长慢提供一句啊。Francisco Nino 过了啊？对，他是用仿西。Francisco 被抢走了。老师，我ada的带，ada的带，agak guna，那个什么腾心呐。可是我们要换这个动词呢。那个感恩哦。我们的主题是要换动词哦。对啊，所以你不能用感恩啊。那都被努库抢走了。你不能用感恩啊。刚刚努库的动词是闪那，它是稳的，闪那个。哎，闪那个方式都被努库抢走了，剩下昂豆了。阿的带哦。阿的带很好喝嘛啊，那你一定要用感恩啊。感恩，果然。可是感恩我已经用了，我已经使用感恩了呢。感恩啊，感恩。还有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把你整个的动词。哦。还有我们是要换动词。换动词哦。你讲说仿扎拉是点击巴洛这样子，巴洛打起来很好这样子。很好打就对，就类似像这样子了，复杂句。Alex 有想到吗 ？Alex？你随便。然后，还对，我又想到了。这样。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先想动词，然后再来想那个形容词。还形容词？先想动词。动词已经好了。好啊，那巴洛换你了。形容词啊。好，我个形容词。小高，比如说我再提供一个我的动词是主动，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这个形容词。滚儿软软的嘛，滚儿啊，就跟滚啦滴滴，滚滴滴也可以啊。
这个肉吃起来很软，这样子，对不对？对，我先提供一个了哈。因为我们都是用口语的嘛，反正可能等于了。对啊，这个应该常常用吧？有啊，常常用啊。对啊，这种句型啊，对啊。吃起来常常用。方式都被如果想走了，昂度也不好用。没有啦，那个巴洛，你最好先想动词。我们个动词一数，你先想好动词，再来找那个形容词，比较快。动词哦。登录也可以啊，踢啊。在。游泳3位啊，房子啊3位员工哪里啊也可以啊，你看。昂的啊，我跟กู好努lunget。哎，对啊，对。对啊。昂的啊，对不对？好问，对。对啊。好，请 Alex 多少？Dia kapan gula goli。Dia kapan gula goli。你的那个动词那个是怎么念呢？Kapan 是触摸嘛？可以吗？哦，是哦。哦，没有这样讲。没有了，可能是那个别的雅群，没有关系，只要它是动词哈。好，所有的动词其实都是这一句复杂句，应该是所有的动词都是可以的。你只要找得出形容词，那都可以。像你刚刚说给的，它就是形容词嘛。给的啊，嘎巴恩古那鼓励就是冰块嘛哈。对。如果像答对是摸嘛，答对是对，或是 the thing 也可以 ，the thing 是碰，都可以 the thing 答对都可以用那个。the thing 是触摸而已了。触摸，答对是拿，对不对？答对。对。嘎了灯啊，答对棍啊，弟弟，这个肉摸起来很重，也可以用给的啊，答对棍啊，弟弟，因为冷冻猪肉嘛，摸起来很冰嘛，也是一样，都可以。那这一句很简单哦，我们就跳过了哈。好，这个因为在主语里面常常使用哦。好，那接下来哦，另外一个复杂句哦，我们直接看这个例句哈。我一样用那个动词词根就是感恩，那也是一样用感恩嫩啊，感恩嫩就吃起来。那词组呢？词组看这个第3个哈，我们使用这个马迪亚有西绕啊感恩哦，这个好吃起来好像西绕哈，马迪亚有西绕啊感恩。那如果造句呢？马迪亚有西绕啊感恩古拉弟弟哈，那个猪肉吃起来很像咸肉，很像腌肉。Mateo Shirao akan Kuratiti 好，再举一个例子啊，Mateo 我讲过哈，Mateo 明星啊能去巴洛有没有？巴洛看起来很像明星这样，就是这样的方式哈，Mateo 好。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那个句子哈。是啊，什么瓜腰子啊？如果马拉登对是。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前面是马蒂亚嘛哦。马蒂亚有骨马蒂亚有骨头啊，能几个呢？巴罗。卡的烧。巴罗仿佛像花豹一样快。对啊，对啊，就这样子哦。像我们刚刚是
形容词而已嘛，哈，一个形容词。那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马嗲乌马安、马嗲乌马安这样的方式，哈，也是常常用，这个在部落里面常常用。Alex， 你想得到吗 ？Alex， 马嗲乌马安。干嘛过？马蒂亚有古龙啊，能跟古拉娃娃，那个小孩看起来好像很固执。对，很像很固执哦。哦，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其实好像在部落啊，在我们部落说话啊，一般你看哦，如果说我们直接听你的这个造句啊，可能会不合理。可是呢，如果是在那个同样的处境的人哈，比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说话。比如说像那个 Alice， 比如说我在跟你讲一件事，然后你都讲不听，然后我就可以跟你讲这句话。马雕国龙啊，给书，你看起来很像牛，意思就是说很固执哈。可是这个要相同，就是要相同处境哦，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事件里面，这个才比较好讲。可是如果你刚刚这样跟我们讲哦，我们会没有办法意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对，因为那个平常就是说平常的对话，比较不会这样讲。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会这样讲，除非在某一个状态之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争执的时候，我可能才会这样讲。对，来试试。对，那这个就很好去做变化，这个也蛮简单的。好，老师换我了。好。换我了。Matia ukap saai KBN kuna datang kuna kavi lah. Matia ukap saai akanen kuna kavi。所以你这边那个 absai， 你是用 absai 是不是？对 ，absai 也可以讲 absai， 不一定是 absai。Matia u absai 对，我加 ay。Matia u absai akavian kuna datang。像秀兰姐，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倒不如用这个。哪一个？我们刚刚的 absai 感恩过，对啊，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所以是说你用那个 Matia u absai。感恩跟这个没有差。absai 感恩过了西喽。absai 感恩过了西喽。其实也是可以的。够闲了。Matia u absai感恩过了弟弟。过了西喽。哦。为什么要？Kavi 不行吗？Kavi 也是讲 kapsa， 如果很淡的话。可是我们已经尝了呢。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味道了呢。可是为什么还会马蒂亚还要用马蒂亚？马蒂亚有 kapsa 感恩 Kavian gula datang 啊。我想一下那个合理性哈，马蒂亚u absa， 你说那个 kapsa 还是 absa？absa 就是说很淡，对不对？嘿，对，那个汤喝起来很淡了，好像很淡。可以这样吗？Matia u absa 听起来好像可以，不过会不会有怪怪的？我去问一下努库这句话合不合理？Matia u absa akanen mana gitu ya? Kurang kavi. Kavian segitu. Matia u absa kavian kurang kavi。那你的动词是什么？你的动词 ？Kurang kavi 呀。不是，要动词移出哪里？这边。是喝汤啊 ，kavian。kavian kurang kavi 这样子哈。kurang kavi，嘿。Matia absai
akabian kurakavi。好，嗯，那我问一下那个巴洛好了，巴洛这一句话哪边怪怪的？我先理解的那个咖啡方言别。隔壁你们讲的国号。国号啊？国号国号吗？国号。喝啊。隔壁就是喝啊。好。隔壁是喝。马蒂亚。咖啡啊，咖啡不咖啡。咖啡古拉咖啡还。它那个汤喝起来好像很淡。很淡。那个汤喝起来很淡。那锅汤喝起来很淡。哎，秀兰姐，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我不是说这个句子有问题，我是说那个逻辑可能有一点问题，因为马咖啡的意思给了，已经喝了。淡就是淡，好喝就是好喝啊，还要马蒂亚吗？在呀？有啊，还在讲，还是不确定这样？对呀，不确定啊，就是喝起来好像淡淡的，你再加一点盐巴，经常也有这种事啊。是哦。有的是重口味啊。好像是可以哈。对啊，有的是重口味，有的是淡的啊。就是说自己也不确定就对了。不确定性。好像不行，又好像可以这样哈。OK。我可能比较那个啦，就是我以为说，因为尝到了，应该就有决定了嘛，不好喝跟好喝嘛。不好喝就不要喝了哈。阿不晒不起来，韩国慢慢来。就加盐巴，重口味的就只有这样子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喝了，我直接就讲阿不晒过好闻过了过好，我直接就讲了不是。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不要加马蒂亚哦？对，因为我已经尝了阿不晒就是阿不晒，你尝了不就是在那个吗？再试试看呢，对不对？你尝了不是在尝那个味道吗？对，我的意思是说，因为那个味道我已经尝了嘛，所以我已经知道了到底是阿不晒还是没有阿不晒，还是改色。因为我已经喝了嘛，所以我就会讲说改色啊，过好闻过呢过好，或者说阿不晒啊过好闻过呢过好，我就不会讲那个马蒂亚呢，因为马蒂亚好像是还没喝。你还没喝，你怎么知道除非是那个，除非是这样子，马蒂亚有汽水啊，咖啡跟那咖啡，这个汤喝起来很像汽水，或者是汽水要怎么讲？汽水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喝起来。马蒂亚喜欢那个咖能跟那咖啡对吧？是不是？马蒂亚喜欢那就是有甜甜的加甜的。刚刚马蒂亚喜欢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提出那个啦，就是说那个合理性而已啦。但是那个句子，你的那个句子是可以用的啦，只是说那个合理性啊，因为想说我们都吃了嘛，都喝了，应该就已经决定了，对，就不需要说好像，不用好像了，已经决定了，删掉就对了哈。我读的像。对，除非是那个啦，喝起来是好像另外的东西这样子。对，好，没有关系哈，我们换一个哈，也是一样是动词，然后我们的词跟这个看哈，能，好，能好一样啊，能，这是构词，也是用马蒂亚吉嘎造啊能啊，这个我刚刚好像有讲过了。马蒂亚吉嘎造啊能进了啊，马蒂亚吉巴鲁啊能跟他明星有没有？这个明星看起来很像巴鲁这样子。
好，就这样，好，马上使用来，也是换动词哦，哈，把这个要换的能换成别的，换成动词。那我们现在是用人啦，我们刚刚是，单手，还单手，单手，你一定会说马蒂亚乌嘎拉斯，对不对？我先好了。好，来下个灯，是啊，马爹不是啊，能你巴罗妈妈那个哥，没有呢。啊？如果你要换动词呢？你说哪个？马爹不是啊，能没有，我们要换动词啊。人能在刚阿明能，我们要换动词，然后那个换那个动词啊。哎，动词要换掉。所以说其他都是固定的，除了那个动词。没有，只有那个马蒂亚是固定的。好，那我想一下。好，我先讲。好。Matia kara kimat. Matia jilais kara kimat. 达不到，他擅长讲话，他很擅长讲话，他好像很擅长讲话。kara kimat。好，如果这样呢，那个秀兰姐，如果这样呢，你看哦，你说 kara kimat 嘛，哦。Matia。可是我们要用那个呢，我们要用那个。我们要有 en 的动词。kimaden。要加 n 哦。来动词，所以我们先从那个动词去看。Matia kimateni Matia Matia kimateni ni parochi nukul. Matia dia lilitan Matia lilitan。其实kimat不好用。Matia lilitan。Matia limo oten ni paros sinukul. Naay makitaraw ni nukul kakunahan ni. Matia。makitaraw ni nukul。如果我看一下哈，如果说这个造句的话，刚刚是吃起来东西，Matia去搞造Matia。我等一下先用我。Tanaman magpaw. Ay. Matia limo oten ni ninukul si paros. 你再讲一次。Matia limo oten ni ninukul si paros. 这样怪怪的哈。因为你的Matia limo oten你Matia limo oten ni ninukul si paros， 不然我等下我用颠倒过来会被nukul嘛。如果我们这样子nukul看起来像在训诫paros， 我的国语是这样，我的中文是这样翻。我们这样子了，我们可能会搞得太混哦，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了，我刚刚就是把那个人跟物，Matia u，看一下，吃起来像什么东西？看起来，我看一下这个要不要换动词词根呢？哎呀，动词啊。Matia ina 啊。好像都要变成能的哈，能kurang kain， Matia ci ama能kurang kain， 都是能的，有没有别的？都是能啊。
好所以说像用能弄而已呢，全用其他的好像只有弄能弄，如果是换成另外一句都要如嘛，对吧？好因为几个照能都能弄不你那，还看起来，哎，我想一下哈，看看怎么变化哈，我们来做一个变化好了。我的变化是这样了，好，马嗲里莫我的你努古吉巴罗，我的是这样，努古看起来在姓氏，巴罗，我的中文翻译是直接翻这样。里莫二是姓界跟姓名跟姓氏，不然我等下颠倒过来会被努古人骂啊。马嗲里莫我的你努古吉巴罗，哎，在，哎，对对对，里莫我的你努古吉巴罗，对不对？哎，马嗲里莫我的你努古吉巴罗，努古看起来很像在姓界、姓氏、巴罗。这个可以，但是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跟我们这个要造句的那个不一样。好，没有关系哈。这个能说明朝都能，这个就很好改了。如果说只用这个能弄的话，这个就很好改。这个好像前后句都很好改的，就没有什么好。我可以照看看吗？好，你照一句今天看哈，马爹武汉那三根金啦。那这个跟这个一样啊，跟上面刚刚的一样。对。哦，对，对不对？你刚刚的是东西，马爹武汉那三的跟过来，是跟刚刚的那一句一样。对。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就说动词变化，然后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了。马爹有明星，马爹是歌手，马爹有英文能过来搞吧？这个很好造哈。我想这个我们就跳过哈。因为我有看那个书写有传上来了，等一下，打造笑起来很像巴勒。哎，对哈，我第二几个招等一下用 en 不好用，但是这个就如果是打完 n 就不好用了哦。马爹几，我看一下，我来翻一下这个书写的哈。马爹几个招古到你，想把改造校长那个。马爹几个招古到你巴罗就变成这样子。古打完 n 你巴勒再刚。你因为书写那个意思是马爹吉巴罗古达瓦你个造，哎，可是没有 en， 对，没有 en， 我都不 en。哎，如果要翻这个书写的话，马爹吉个造马爹吉巴罗古达瓦你个造，所以这个不需要 en 呢。哎，我不来 en， 因为所以还是需要看起来啦。如果说我这样子好，改造笑起来的样子，看起来就要变成要看起来很像巴洛斯。马爹几个造能够到你巴洛斯。怎么会能？所以还是要能啊，还是要有能啊。如果像这要有能啊，没有办法。如果说要翻那个书写的，就根本不用 en 了。打瓦啥子？我不 n， 打瓦 n 是很像是玛雅都有另外一种意思了呢。笑起来，看起来，能笑起来，看起来，打瓦 n。
马蒂亚吉嘎造阿达瓦恩，诶，走起路来像拉嘎顿，可以吗？拉嘎顿像谁啊？吉嘎造走路像把奈这样。马蒂亚吉嘎造阿达瓦恩，你不像诶，你看哦，我们来推敲一下刚刚那个书写的这个中文哦。如果我们用那个把那个笑放在这个 en 里面来看哦，我们来把那个 Nukul 我们也听听看哦，看看对不对。如果说按照那个书写的这个，我们来翻翻看哦。马蒂亚吉巴洛像巴洛嘛哈，马蒂亚吉巴洛阿达瓦恩吉嘎造。不同，会是这样翻吗？好像不一样的哦。在刚刚不一样，不一样。对，不通，这样子不通。所以看起来跟那个笑起来不一样。过了，可是10年了。啊？马蒂亚吉嘎造啊，达瓦恩，哎呦，不好，我觉得不好翻啊。awak tukar awak tukar 对，没有 n 呢。用 en 我怎么翻就不好翻。方式翻嘛。所以我们来看看哦，它其实跟这个我看一下，感恩，除非要全部改起来嘛，dia yang soalan apa ni，全部改起来。好，没关系，我们再想一个哈，如果不要换成别的呢，看看那个。刚刚也有一个学员说那首歌听起来像诗歌，好，好就可以了。那这个不就跟前面一样？像那个沙利比，你看哦，那个我们看讯息栏哦，他说那首歌听起来像诗歌嘛，所以它其实是那个我们刚刚练习的第一句。马蒂亚我还用第一句的，果然那适合用在第一句。像诗歌，那努米达不诗歌，马蒂亚我马那个不诗歌，赞美诗。还马努米达，马蒂亚三 B 呀，三 B。胜利。哎，赞美诗啊。还是？哎，三 B。Nukul, mana ko suka sekali. Matia usambi atengilen kuradatiu。我们说那个赞美诗本有三比嘎安念，三比嘎，就是那个，可是我们讲那个是赞美诗本，如果是诗歌呢？马那木，达拉西万，拉拉迪湾，好像是 Oris 对不对？拉拉迪湾。那如果说像那个达拉西万。萨利比这一句啊，它就是马蒂亚欧利斯啊，拉迪温古纳拉丢这样子。拉丢哎，拉迪温。他说听起来啊，不好意思，听起来的话就是马蒂亚欧利斯啊，等于人古纳拉丢就变成这样子。虽然还是第一句，对不对？所以第二句的话，这个也是常常讲了，不过好像只限定在这边而已。马蒂亚吉卡造安能行了，好了，提问，好，我们就不要纠结那么多，我们往下看哈，来看这个，换一个动词词根哈，阿瑞，看看会不会有别的那个想法。那一样，阿罗恩就是住起来，或者是像这个阿罗也像我们也是讲坐哈，坐下那个坐阿罗恩，或者是住哈。那我们这边用住看看哈，马盖伊鲁玛阿罗恩，住起来像在家里哈。马盖伊鲁玛阿罗恩，好，造句呢，马盖伊鲁玛阿罗恩古尼阿斯菲。好，这个集会所呢，住起来很像在家里。好，这个是地点了哈。地点呢，马蒂亚，这个其实也很好，这个跟刚刚的问题好像一样哎。我们要换什么？换动词吗？
换动词 RN 啊，那然后我们这边用地点，名词是用地点。看看可不可以换？马蒂亚一饭店啊，RN Gina Ginalum 对，饭店其实饭店，还这样，马蒂亚一饭店只是换了名词饭店嘛哈。嗯，好，一那我们这样比啊，我们简单一点哈。Matia Ilias Sanguyen Gunia Fanau 还Matia Iliar Asanguyen Guna Fanau 哎这个池塘游起来像在海边，对不对？这个池塘游起来像在海边。哎 Matia Iliar Asanguyen Guna Guna Fanau Fanau，哎哎，这边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刚刚不行呢？这个Matia Imeng 啊。能就能单单照还如果是人都的话呢？如果是我人呢？Matia大赛啊，还是能呢？还是能啊啊嘛。Matia 啊，外面还有一个 Matia Matu Asai Ku Pinangan 就没有 en 了，变成安了，哎，对啊，好，先不要纠结这个人哈，哎好像只能用那个哎，看起来而已，能好像看起来好像只能用这样子。agak bisa sibuk kita ini。好，啊，我们我知道，就这个我知道。好我弄一个句子。Matia u kaputian tanangan guna anengang。还哎呀，你看像这个就很好翻了，地点呢就很好改了哈。哎， Matia Ilutok Arakaten Kunalalan 对对哎呀， Alalan Matia Ilutok Rakaten Kuni 来 Alalan 哎这条路走起来好像在山上。山上哎哎，好，那 Alex 有没有想到你的？还更呢？还梗？那个是那你随便想一个动词，快点，你随便想一个动词。马蒂亚，嗯，诶， dia kalau dia马蒂亚以巴格罗阿罗恩古尼亚安能安，这个椅子坐起来，你用阿伦嘛？阿伦，这个椅子坐起来很像巴格罗在石头上。很像，马蒂伊法格洛，因为这个法国人，因为它是一个名词，就是说它是一个东西啊。那如果把它变成地点呢？地点，地点，可能对，把这个法国人，因为它是一个东西，一个物品，好把它变成一个位置呢？Parawan Kuna Kuni 可能就要用叠字。我们之前学到以巴格罗汉有没有？哦， Lutukan 巴格罗汉就是说那个石头堆，那个就指一个位置啊。堆砌 Matia巴格罗汉阿罗安kuna mana gitu 安能安，对，这个椅子坐起来好像在石头堆上。哦，好，对，大概是像这样子啊。还有没有？我看一下，还有2分钟。好，这个需要解释。好，那我们再回头看哈，这个刚刚的这个，为什么地点就可以那么容易改哈？哎呀，地点很容易呢，人就不行了。再想一下，这个问题在哪里？Matia u imeng
马蒂亚其中一安能安无能有，很像洋娃娃。马蒂亚其中一安能安，其中一马蒂亚其中一安能安无能有，对，不是，可以吗？无能有，能有是洋娃娃。可是你还是使用能啊，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动词换掉的话，哦，动词啊。如果说这边的问题是说，如果说动词不换的话，其实就很好造句了。谁看起来像谁，谁看起来像什么，什么看起来像谁，这样都很好改的。对，老师，萨瓦登是放弃嘛？马蒂亚吉嘎造阿萨瓦登努伊娜，他好像被妈妈放弃。萨瓦登。马蒂亚吉嘎造阿萨瓦登。阿萨瓦登努伊娜。这个要怎么翻？妈妈放弃了，好像放弃那个嘎造。可是这个会变成，你看到我们从中文来翻就会变成马蒂亚马萨瓦尼伊娜吉嘎造会变成这样的，跟这个句子的对，跟这个句子的结构不太一样，没有关系啦。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到了，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几个例子就是说形容词的这个复杂句，还有马蒂亚的这个复杂句，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其实在我们的部落常常使用那如果说我们有时间去练习的话，我们就先看那个讲义然后像刚刚这个，就用我刚刚提供的这个练习的方法，先把这个先从那个例句先去造句，然后再换，对，再换那个塞进去，看看能不能塞这样的好，我们今天晚上的练习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配合跟那个谢谢方法，谢谢，教师节快乐。老师刚刚讲的那个提前一天可以吧？可以，我就尽量，对，尽量。谢谢老师，这样我们就可以准备。好，如果不行的话再说了好，中秋节快乐好，谢谢老师。好，谢谢，拜拜，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教师节快乐。好，拜拜，拜，中秋节快乐。中秋节教师节快乐。拜拜，拜拜。